俗语讲了好。最近咧季节伫咧变换，来看医生的人敢若较济哦。对啊，我真侪拢是吼过敏啦，边仔吼啊流鼻水啦、拍骹唱啦，足严重的人愈来愈多。像迄张啊，安尼就差不多有100个来挂号啊。哦哟，对啊，天气一个冷一个热哦，感冒人足济啦。是啊，嘿啊，我昨下班的时阵啊落大雨，啊今日上班的时阵啊热到要掉沙。哦，咱家己虽然讲咱做医生咧照顾病人的身体，咱家己身体也买顾好，是啦而且我都照顾病人，你讲对不对？对对，安尼来，有你。这个请者，这个请者。好好好，我去请。来来来，那个请你来哦，要看医生的。小姐小姐，这里这里。你爱救好好，哎，来，这个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我的巴肚，我的巴肚足痛足痛啊！豆听啊，巴肚痛是安怎的痛？啊，都昨暝啊，哦，疼一个精神起来呢，哦，够疼的啦。昨暝有食着什么款的物件吗？哦，我昨下无食啥，我暗时哦，甲朋友去食暗顿啦。安尼佫无食啥？啉淡薄够食。淡薄敢袂是你食的物件无青，安尼互你巴肚疼？无可能，阮昨去食迄5星级的 buffet 呢，迄内底海鲜拢嘛足青的，若无青就照你上电视啊啦。你食白费，哎呀一定是吼食伤饱，啊胃肠咧无爽快。安尼有拄着。系啊，伤紧啦，伤紧我。嘛食一丝丝啊尔，啊，毋过阮朋友食足济，伊敢若虾啊，都食40-50只。哦，啊，佮食啥物沙西米啦，吼，啊，啥物情啊，吼，啊，佮有啥物情啊是啥？迄电精当精拢食落。红情啊，情啊，情啊，情嘛，心呐，情嘛，情嘛毋。是情啊。哎呦，真嘛啦，佮有啥物海产啦？好来，恁朋友食遮济，啊伊拢无代志，啊打你巴肚疼。无啊，伊拄则佮载我来。哦，安尼啊，啊，我知，你食啥？敢是吼，恁昨暗咧食物件的时阵，抬杠伤欢喜，哦，笑一个巴肚疼。我都无讲甲迄什么关系啊？无啊，定定拢有人讲啊，吼，我笑到巴肚疼到要死。哦，你嘛拜托咧，人对你无爽快就咧练笑的。歹势，我这后晚医师我都较爱讲笑，要病人较轻松点的啦。对啦对。紧的啦，医生你爱紧甲我救啦，我就疼的，到底即马是安怎？紧的紧的，看麦看麦，来，啊你坐好好哦，就疼。好。哎，毋是啊，我知不懂嘛，嗯，规拢通落来，哦安尼哦，先听遮听遮。这有声？有啦，你相信医我医生啊，你医哦，生，歹势歹势。哦，你会使掀起，喂，无，我会使救，不，哎呀，哎呦，安怎？医生，你这个大头，我感觉足紧张，到底是安怎？我的巴肚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是毋是做严重？是毋是做严你会使喊较细，医生会听，重？你安尼我足紧张的咧，那伫甲哭，我连耳也袂去买错掉。到底是安怎啦？我看了我足紧张的啦。安怎无？冷静，别紧，你这爱手术，就是了。爱手术，爱手术。哦，迄医师啊，你来看咱迄个要开刀房遐有啥物工位无？诶，3工了后啦，吼，拄好有一个他预约的时间啦。好，哎对， 3工了。讲3工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无多等遐久啦，3工，我可能就往生去啊，搁3工。哦，这不要紧啦，你若往生吼，请恁的厝内底人吼来取消这个预约就好啊。我你来，你这人哪安尼讲话哈？点你都莫讲话啦。卖讲。安尼啦，迄个注意嘛。嘿你甲迄个明仔早起我的会议取消掉。嘿啊，明仔早起替这老小姐开刀啦。哦，明仔载哦，啊你明仔载等下开啊啦，明仔载来当开。我来准备。好，那我下去。哎，老小姐，你会记得吼，今仔12点过了后，甲开刀进前，拢袂使啉水，也嘛袂使食物件，哦，知无？爱康饱，真紧就好势啊。确定哦。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啊，多谢医生啊。安尼会使啊。我打架吼。说你。哎，啊，拢无问清楚就要开刀，这医生嘛怪怪的哦。伊足厉害，你免惊，安尼哦。真的，哦，谢谢哦真。的。后壁这个患者家己后壁来后一个患者，请别来。好，啊，这以后有通坐落来。食小食吼，是都也无爽快啊。哦，医生，那你遮搞啦？
我拢还袂讲，你就知影我无爽快啊。你还无啦，啊，你来医生馆一定对我无爽快啊，系啊，啊，无你来才算诶。你到底对伊无爽快？哦，我最近哦，就身体足无爽快啦。嗯啊，毋过我有家己上网找一寡吼土方来冲，是怎么叫上网？就你是你网咯中是安怎？网络啊，嘿嘿咧，找一寡土方，家己有处理过啦。什么叫土方？土方哟，变形，变形嘿，迄变形，病迄袂使啦，迄身体无爽快，就要找医生。迄病唔好相信啦。对啊，啊，我自细汉就阿嬷带大汉，阿嬷就讲，迄若破病看医生食药，对身体无好，会有副作用啦。啊，所以我细汉就无爽快，我阿嬷就会传迄饼互我食啦。阿妈照顾孙拢安尼啦，有当时啊，家己要饲孙无宝宝，再个不有孙食，你想家较烂安尼啦。这药啊食伤济副作用啦，所以咱这做医生的人吼，啊了解讲这用药真重要吼。哦，以前我知啊，所以我即摆就来找你啊嘛你。最后来你就因阿妈的代志，我甲因阿妈可能年纪较大，来你啊坐，你啊坐，好啊，甲你，好啊，甲你会安诊断者啦吼。了解一下。啊，你的皮包吼看好掉吼。歹势，阮医生年岁较大吼，血压不当时无稳定啦。我家己会控制。来，我先问问你，阿嬷是细是安怎甲你教？我阿嬷就讲，迄盐水会当消毒啦，啊是，所以若破病的时阵吼，佮有喙破的时阵，早暗就要啉迄盐水，甲喙内底迄细菌拢杀互死啦。等，盐水做生的呢，啊你喙内有空喙，你搁安尼恶喙，我听了我感觉足疼的。啊，佮有我若是感冒若喉痛，我阿嬷就会传这啦。规箱的咧加盐沙士互我啉啦，啊我一工就嘿就照三顿啉啦。哈，哎哟，夭寿哦！你安尼照三顿啉吼，你感冒还袂好哦，你身变大裤呆。哎呦，公公，你迄糖偌济，你敢知影？嘿啊，若无啊，我感冒若是有迄家扫的状况，我阿嬷佫会煮迄啥物冰糖炖金蕉互我食呢。哎呦，没，迄伤甜啦，迄哪会生痰啦，烧较严重哦。对。啊，我嘿，我感冒最严重，若是庆龄寒，我阿嬷就会煮是啥物叫做庆龄麻辣寒？火锅互我食。小等，啥物叫做庆龄寒？庆龄寒。无安尼讲话啦。庆龄瓜啊，无饼干，饼干啊，阮细汉拢庆龄庆烟饼干啊会安怎？啊饼食啥？食迄食迄麻辣火锅啦。哎呦！安尼遐个物件对你的腹肚无好，你腹肚会疼哦。啊，所以安尼你我了解啦，你知影是安怎讲身体无会爽快，就要找医生来对症落药嘛，对无？哦，即摆知影啦，所以我就来找你啊嘛。你是食着做一你阿妈互你的秘方。我即届就迄镜头较严重啊，就逐项拢甲食落啊啦。遐袂甜的全部全部拢食，也食麻辣火锅、冰糖、金蕉啊！所以你辛苦的，安尼拍所以歹。你即摆规个腹肚怎不啥会了？就疼呢。哦，食歹腹肚安尼，问个信人家什么秘方有诶无诶啦，迄无啥物效果啦。我来听看卖哈。医生，即届我来。毋是，我来。是啥人去参加国际会议的？来，哦，恁两个。你哦，医生，啊，哦，加满我。你才很巧。你这好，医生，我来个，我敢袂使嘿嘿嘿，迄落吼，嘿嘿，好，气者吼。好，记得。哎呀，还好啦，无哈。我甲你讲，咱破病啊，真正都要找正科的医生。是啦，开药安尼好啊食，莫亲像迄病有诶无诶吼，迄袂有效果，真正是青梅毋惊蛇。来，到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来，伊个给他出来，请教一下讲一下，我安尼。看医生安怎讲吼？这叫做面对面的面诊啦，吼。恁阿嬷创一个有无？你食嘛吼？恁阿嬷有会从迄个啥嘛？迄个讲你喙若破盐啦，冰糖金蕉一定是安尼嘛，煞是袂使食来大颗啦。啊，无就煞事甲你掺盐嘛，对嘛，我知啦，嘿啊。啊，晓没有？啊，晓没有？你腹肚会
疼啦，嘿啦，拢拢食落。冰糖点金蕉嘛。哦，糖那袂使打到啦。北啊，你这个食着啥？拢食对无？拢食落来，拢食落来。爸，你爸都在哦，来听。听一个，听一个。哇，是我国际会议，你国际会议，你，我敢袂使。啊，袂使。我不讲啥，我敢袂使听一个。会使。医生唔知你想到我医生较正派啦，无代志啦。咱这对那辛苦病的都要找这个正版的医生。对症落药吼，你唔好相信你的病有诶无安尼，迄无啥效果。你真正是吼，青棉的点点，拍破过来。来，老小姐有请，来，来，这位小姐开口别的哦，来。这位姑娘拢相信因阿嬷互伊避风啦，有诶无伊食个饱肚都会听。应该是这款的行为啊，这款情形吼是尽量不可取啦吼。咱找正科医生讲咱对症落药，所以做这情形，第一句咱听着叫做青棉唔惊蛇，第二句叫做青棉点点。战争第一句请举手。只有我们两个，安尼阮起起来。我们两个就无单的。四个讲的是青棉唔惊蛇，什么意思？就倒啥物讲拢唔惊。就是迄蛇其实是足恐怖的物件，啊伊就拢看无，啊伊搁去夹进这种足恐怖的代志，安尼就是对伊袂无唔知影通惊的意思。唔知影通惊。阿文袂歹哦。台湾国际会议嘛，拢派我去啊。你袂必要。恁认为一定经青棉的点点？对。来，老小姐，你意思是？因为青棉都无看的嘛，啊点点就无效嘛，就表示讲阿嬷这方法拢无效啊。有道理哦。来，正确的答案，老师有请。一寡代志毋是工人想的遐尼简单。普通咱来讲吼，青梅唔惊青，下狗唔惊冰，这是头讲到一个重点。因为伊看无，青梅看蛇根本就唔知啊，所以伊安那就头阿阮阿讲的，唔知惊。所以拢现在有一个戆胆啦，所以青梅唔惊蛇，其实毋是正讲唔惊，是看无唔知惊，是一个戆胆。啊那青梅点灯就头老小姐讲的，真正无效啊。点灯是要互咱看有，根本又无需要迄个灯吼，就亲像阿婆啊抹粉，无效啦。啊，他碰医师讲就讲啊，后白食这，毋过保酸袂歹，伊遐讲土方呢。因为即摆秘方啦、偏方，迄拢是较华语词，正讲第一词应该是土方。保酸会晓讲土方会厉害，所以变做讲阿嬷教人后白食，其实是碰医师讲个后白食拢安那无效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青梅点灯无效啦。无两句拢了解吼，来拍破。